再来关心国安的问题，中国不时来乱亲门大户，今年6月甚至是派战机逼我咱的医疗专机。咱陆委会就批评中国影响人道救援，无甲人命放伫眼内。有专家认为，这可能是中国内乱的新出头。中国扰乱台湾的力头搁加悬，毋但威胁本岛，那像嘛上准离岛的医疗专机。咱国安捷航空的医疗专机负责金门后送的医疗服务。6月为台东要飞去金门的时阵，传出去互中国军方的歼轰7甲歼10的战机以近距离的方式逼真晚。针对这点，安捷航空回应讲，双方有保持一段距离，也那着委会是表达强烈的谴责，批评中国连咱国医疗的专机都唔放咱耍，无甲人命当作一回事。灰色地带骚扰也好，或军事的骚扰也好，这些行为国际应该重视并给予谴责跟制裁，保护金门的要就医的民众能够顺利的到台湾，那进行他们医疗上面应有的权益，这个是我们的第一要务。陆委会要求中国停止影响人道救援，大家立委认为讲，第一要紧爱确保金门的民众因就医的权利。也若金门伫咧台湾海峡的西边，对咱国这块较不利。有国防官员研判，无排除中国采取新的形态铺设地带侵扰，对台湾国安形成重大挑战。那如果说没有什么反应，可能下一次他就软土深掘，然后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。那我觉得未来应该采取这个更严密的监控，就是我们如果说有这种医疗专机准备要飞行，其实就要研判中共可能采取一些骚扰的行动。学者分析，中国有可能想要引发重大的事件来测试空军甲金门部队反应的时间，嘛要观察台湾舆论的变化。有前会官认为讲，要注意这类的案件，敢是为个案走向常态化。因为我们现在在雷达上面的轨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我们也可以知道两架飞机的距离，甚至高度差。那这些资料，甚至如果有录影的部分，也可以很明显的判别它是刻意的还是不小心的。李英玲建议，若拄到中国军机，会当甲过程翕起来，加做证据。学者讲，透过雷达的轨迹、影像的画面，向国际民航组织寻求协助，公开中国扰乱台湾恶意的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